抗议离地动到达已经超过1个月，市长每天都要要求市府团队加速完成各项灾区复原，包括灾后回乡建物的损坏评估、灾民安置、租金补贴、农村补助等方案以外，市长关怀过程嘛加入修缮志工团的行列，悼念太鲁、擦油菜等等，都希望让灾民加速恢复正常生活。3号副市长叶铁山嘛率领干部、都发、农业等6个相关局处来说明复原的进度，同时宣布3月5号要伫南西成立赈灾复原联合服务中心，伫遮面对面随时解决灾民问题。市长也积极的要求我们各局处3月5号。在我们南西区公所会成立联合服务中心，所以只要我们的灾民有任何的问题，就可以到我们的联合服务中心，就可以获得即刻的解决。当然，灾后的复原工作过一段落以后，当地产业观光的重建甲拼经济更是相当要紧。市府嘛祭出团旅游的补助计划，对3月3号开始受理申请，每一个人上悬将补助到650块。因为台南市你不一定要住宿嘛，所以住宿还是一样给予补助，就是国道以东的话，每人补助200元。那在国道以东的每一个景点，补助150元。那以西每一个景点补助100元。那最高每个人可以补助到650元。面对这摆地动，其实是以主体区受损为主，便是外界也准讲整个农业区拢受灾，而且观光设施甲对外道路拢维持良好，所以后续包括消费经过、双亚季节等观光景点的促销，拢会维持甚至扩大办理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